还是阮的独家新闻，苗栗县18乡镇市拢总有35座绿桥，大部分的拢是设置伫学校的4棵位啊。不过，即马面临老龄化加减租化问题哦，绿桥的使用率嘛降低，所变做是治安的死角。老大人上卡因为无方便，无法度爬楼梯，又搁因为讲这公路总局规定讲，若是有绿桥，就无法度来画人伫咧行这过车路线，致使着老大人必须爱冒险攀过大路，也互这个车祸发生率是愈来愈悬。 快点啦！那个陈正要跟麻烦请求国药车支援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一个乌巴桑皇帝伫轿车下骹，规个人趴伫路的，强要唔知影人。救护人员真无简单，才甲查某人救出来，赶紧送去病院。啊，家弄到的查某驾驶讲，家己是看驶过来的，无看到有人咧过车路。他是小跑步这样过嘛，然后绿灯我转。年纪比较大的人爬这个路比较不方便啊。原来这个车祸唔那是因为驾驶无注意路的状况，乌巴桑无惊天桥直接过车路，嘛是造成车祸的原因。不过苗栗县议员讲，有接到真侪老大人反映讲，年岁大脚袂自力，根本就无在调惊天桥，啊路的佫无画过车路线，大概过车路拢心惊胆吓。年纪越来越大，他们就会对如果把它弄掉的话，老人家要过怎么过？他们根本就爬不上去，那变成我们希望说能够画设这个斑马线啊，红绿灯，这个包括这个秒数的灯数，让它延长一点。全苗栗县拢总有35座天桥，大部分拢伫学校的边仔，因为囡仔愈来愈少，行的人嘛变少。县议员要求加画过车路线，互老大人行。不过公路总局却坚持要按照规定，天桥甲过车路线间内当有一种，安尼根本就是无咧顾老大人的安全。车祸意外未来可能也是会阁发生。县政府的法规对袂着时代，应该爱改进才会用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